配合台南400举办这个老树的巡礼那从7月10号开始，第一场是到9月28，总共办理了15场次的老树巡礼。那这15场的话，包括12个行政区，我们是希望说大家来找老朋友的那种心态来台南玩，来看一下老树。当然你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看文化古迹，或者一些你饿的话，可以来吃我们台南的小吃。我们另外的话有出专书跟所谓的绘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这342棵的树木是接下来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我们也希望说来了解我们政府机关怎么来医治它，来进行所谓的树木保护的议题。台南市农业局这边有这个机会来办台南400森林活动会当引起大家人对着城市的树木的注意，不是逐层做好，但是咱会渐渐愈好。这就是讲一个咱台南市的幸福啦。因为要栽种树会当利用这3个字，爱有正长的时间，咱爱有需要正有的眼见，才会当来选择栽着一丛好的树出来。咱南部因为气候足好就足济树实是拢正好，栽伫对的所在，栽对的方法，较会水，较会好。但是栽伫新稻树，伊是完全无好。但是呢，伫这个旷快所在，伊会大甲足久。大家都问说树到底要怎么样的保护它？那我们以现在的这个台南公园来说，你会发现树为什么长这么漂亮？您可以望眼望去，它的根章可以在土地上很自由自在的扩展出来，所以它可以长得很高大。那人们在树荫里面的这个舒服度，相信大家也有感受。那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老树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至少不要轻易的去刮它，然后砍它，甚至塞垃圾，只要做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老树都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点的用心，让我们的夏天可以更舒服。那都是因为这些老树的关系。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怀老树。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南市的农渔地景老树巡礼。我们在台南400年的现在，我们当然是要找出一些值得我们缅怀的地方那老树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流连忘返驻足的地方。那台南现在列管了300多棵老树之外，其实有很多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这个跟我们台南市府农业局来这个呈报说我们还有哪里地方有老树来鉴定一下。像我背后这棵菩提树就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相信这些列管的这些老树都会获得很好的保护。可以看到像它这棵菩提老树，不管它的周边的环境，或是它可能枝叶根系的生长，都会得到政府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保护能够让它不会被受到人为的破坏了。那所以我想老树巡礼总共有15场，遍布在台南市的各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密切关注在我们农业局的网站。那希望一起来共同来保护老树，爱护老树，也希望延续我们台南古都这个老树的生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30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国民党团甲无党联名29号联合召开记者会，质疑赖总统砍灾为何跳过台南。另外，高雄饮水50公分以上补助3.5万，台南却只有2.5万，非常无公平。批评根本是选前台南上好，选后放牛食草。不过，台南市政府第30号嘛宣布，台南饮水50公分以上嘛补助35000块。凯米风台连续好大雨，造成台南地区未少个所在来积饮水，中央甲地方嘛拢到场来勘灾。不过，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甲无党联名，对着台南是赖总统的本命区，结果总统却只到高雄甲屏东来勘灾，而跳过台南。议员表示，
互袂少的台南乡亲因为等袂到总统的慰问，感觉心寒。一直以来，我们台南就是我们的赖总统的本命区。那既然您都到了高雄、屏东、台东等等的地区，为何没有回到台南？那台南这一次其实前2天的状况就非常的严重，包含到第3天，我们整个安南区都淹水，淹得非常的离谱了哈。我只有抓了几张照片让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那时候遇到的情况。过去没有淹水的地方，现在整个都淹水，这我们很纳闷说，其实台南也花了不少我们治水的经费，那为何遇到这种大雨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该设立的抽水机、抽水站，我们都设立的这么多了，为何还有这样的情况？没看到我们的赖总统回来他的娘家，回来他的本命区，这其实很多台南的灾民真是等不到他的一句问候。伊是台南市民该拥护起来的，结果我们台南市的灾情是全国最严重的，他没有来台南市，跑到高雄市去加码，这是要算这哪门子的？我实在是足寒心的，你敢知？除了等袂到赖总统的慰问甲关心，另外伫在后的补助金方面，毛议员认为甲高雄差真济，因此要求共款是6度，中央甲地方应该标准共款。50公分以上的我们就补助2万5，我们的隔壁高雄市他们的补助金你有达到标准是补助到3万5，北拢是淹水，北拢是受灾户，为什么咱的金户对咱的补助的额度是不一样的？这不公平啊！就伫个议会，国民党团甲无党联名召开记者会以后，台南市政府嘛马上做出回应，市长宣布加码补助，淹水50公分以上的受灾户，市府加码到15000块，加上中央的2万块，等于3万5。离淹水20公分到50公分，补助5000块，并要求各区公所爱尽速简化来处理。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凯米洪台3天的雨量累积超过台南1冬的雨量，造成真侪所在积水淹水。立委陈天辉认为，也是有真侪治水的问题需要检讨，所以要集中央甲地方水利单位进行会勘，针对如何增加抽水设施、甲临时抽水机等等的问题，甲第一线的里长甲民众做伙检讨。立法委员陈天辉表示，伫凯米风台期间，接到真侪里长甲里民的反映，因为雨量上大，造成袂少的所在积淹水，因此立委也是中央甲地方水利单位分别针对溪北甲安南区进行会勘。伫个安南区的部分，针对公园、学堂甲南兴里，因为地势较低，当地里长建议，伫个靠近闸门溪的堤岸边、龙水路来设立临时的抽水机。希望能够加速将水抽到闸门溪。伫这个部分有才牵涉到咱学堂，啊个南兴佮咱的公园啊，伊即马伊将来当分流出去的时阵，你水就袂往那边，结果遐透袂离，倒就等来恁遮就拢淹水啊。这一次就变这个样子，所以伊对遮加一条，把咱分流出去。疏洪道，对，分流出去。接续来到海淀路的海东桥，因为临近有海东甲理想2个里，里长肯定，虽然临时抽水机有发挥作用，但持续的好大雨，只靠一台抽水机，因为水头抽袂赴，后来嘛造成水尾来积水袂退，建议市府会用来加设抽水机。因为这个做了确实是有效，里长、因2个里长都有讲，确实是有效。可是现在就是量抽量不够，因为雨量大，所以抽量不够，所以变成他们那边都先淹，淹完之后，大概底下冻没掉，到尾变立兄加淹，所以这边确实是要增加，回去评估一下。水尾啦，评估一下。因为迄天阮3点半左右遮，接4点遮，咱海东里遮个拢会沦陷啦。伊会沦陷，原因阮拢有过来去看，是因为伊4期的迄个抽水机的迄个口，其实拢抽袂完。咱抽，我这边都拢固定伊50公分左右，迄你要哪抽？表示伊的水量已经超过遐，造成着你今日若搁加咧3期出来讲，是毋是今日就无迄个情形，无像即摆搁加咧2期。
针对地方的意见，立委陈廷辉嘛要求地方水利局尽速来规划。至于经费的问题，会向中央水利署第6号传分署，争取紧急的防洪经费，加相关的抽水站、箱涵、加排水系统的建设经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风台冲击中南部，台南市的南区嘛是河河警戒区，其中溪树啊原理更加是所有的名市级的饮水区。不过，将要完工的溪湾抽水站，到伫风灾的调度，大大降低原理大排水位，互今年拢无出现积水淹水。当地里长嘛做伙感谢市府的用心。谢谢您。地区长萧秀华带头，河南区溪树原理所有里长交告，这声感谢市府的用心。就因为这摆凯米风台所砸来好大雨，互地势较低，过去一拄大雨就容易淹水的溪树原理无搁再淹水。所以当地里长29号特别来到将要完工的溪湾抽水站，听出水利局的简报，了解该抽水站如何发挥功效。区长表示，风台天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关心机组的运转，提醒操作人员密切注意监控，确实让民众不搁再受淹水所苦。我们南区其实也是豪雨的一个警戒区。那为什么这一次可以让我们喜树湾里的居民平安的度过？其实要感谢市长哈。那25号那一天哈，特别冒着风雨，在市应变中心结束以后，马上到我们喜树停20的抽水站来做一个视察。那视察以后，特别交办我们所有的操作人员，还有我们的应变中心所有的工作团队，一定要做好防洪的相关的一个机制。那也因为有市长的交代，再加上机具的一个运作，让我们这一次虽然下大雨，那我们喜树湾里的居民也能够平安的度过。面对开5亿外溪湾抽水站，在这摆风灾当中展现价值，都是搭配上新的智慧化监控系统，减少人力。嘛提升第一时间操作的正确，拢互里长相当感佩。过去原理伊甲溪树啊这方面，因为伊较属于伊地势较低，伊近海。你若小可较巴流的时阵，这方面的水沟就差不多拢满位啊。那即个风台甲大雨遮尔强哦。咱原理溪树啊，拢会当平安过，这真正爱感谢咱市长的用心。虽然溪湾抽水站在咧试运转期间，不过已经顺利发挥效果，嘛互当地继续放心。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这个风台大风雨造成南部的外海分别传出8只外国籍的大船客艇，其中伫个台南黄金海岸嘛有1只非洲的货轮。好个在船员拢平安，环保局趁着好天，前拢了解，确定无漏油污染。因为大船难伫个沙滩，所以也吸引真侪民众到场翕相。虽然讲大船入港要发大财啊，不过伫台南黄金海岸，这只对非洲来货轮 Sophia 不是入港，你是因为这摆凯米风台大风雨造成客艇。2白2到2天好天以后，除了陆续有环保人员到场检查，确定无漏油的污染，嘛尽速完成抽油作业。同时，海巡人员嘛无定期巡检。而面对这只大船客艇伫沙滩，嘛吸引侪民众好奇眼光，专工来翕相留念，甚至有感动，还有敬畏大自然的心。看那个大自然的威力啊，对，蛮震撼的，他也蛮难过的，因为这次台风过世了蛮多人的，对吧？对啊，希望大家敬畏大自然。这个船长也很失职啊，领那么多钱啊，结果船开来这种地方，而且还2台那边还1台，感受就是不要轻忽这种大自然的力量啦。就是说能避远一点就避远一点。很难得就是那么多艘这种货柜轮，就是搁浅在我们台湾沿海上啊。对，所以就带小朋友出来，哪里有离家近的就来看一看。什么感觉？很开心啊。很开心哦，很特别就对了。对呀。
根据民众讲话，受极端气候影响，认为未来这款可测的情景只是愈来愈频繁。当然嘛，因为货轮将牵动要离开，也需要大面积乌山大工程，佮配合海中的时才发度。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开了17亿兴建的台南市美术馆二馆，经过台南市政府的争取，将无偿移拨予文化部，成为台南国家美术馆。虽然是好代志，却引发外界批评，讲市府突然间将10多亿资产的南美二馆送予文化部。对此，市府强调，未来中央每当会投入超过2倍营运经费，持续增加台南的文化艺术资源。有没有考虑过，把我们的市立美术馆能够让它来借由什么样的方式来升格成为国家的美术馆？2022年有议员建议，把台南市立美术馆升格做国家级。如今文化局证实，互看做赖清德总统伫台南市长任内重要政绩的台南市美术馆二馆，将要成为台南国家美术馆。我们也确定，在董监事会的这个讨论跟通过之后，跟这个文化局共同来争取国家级美术馆在台南的这个事情。台南市美术馆二馆伫2019年开幕，以行政法人模式经营，先前举办过地狱僵尸展出名，嘛吸引不少人潮。要不过市府每一档需要补助1亿的经费，造成未小的负担，而且经费正逐档下降。经过甲中央研议了后，才提上行政院进行政策评估。国立博物馆的典藏的经费非常的惊人啊！那这个是我们南美馆一直努力很久，其实这个寓于整个我们地方财政，其实我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现实客观的问题哦。那如果要让我们再把这个台南的这种这个整个艺术文化的基础再往向下扎根，向国际延伸的话。那我们其实会期待有更多的资源。虽然对文化方面有帮助，但过外界质疑市府加17亿打造的美术馆无偿移拨予中央。虽然将近就有南回生物科技园区移拨予农业部，成为国家级农业发展中心。要不过成效不好，就议员开始烦恼。南美馆未来中央如果来管理之后，跟地方没有一个高度的连结，那我们是不是未来南美馆会变成一个文资馆？这个都是我们非常担心而害怕的一个部分。从过去的经验来讲，包括我们的美术馆还有我们的文学馆。也有这种所谓无偿拨用给中央来管理，提升它更大的这个服务内容，我想这个都是好事情。文化部预计在明年3月成立筹备处，台南国家美术馆会找来什么款的艺文发展，地方拢相当期待。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伫西园1798年的创建的文殊殿，是安平地方重要的信仰所在地。庙的主神之一是掌管兵部的李靖，吸引真侪军警同仁前往祈求仕途顺利。庙方表示，李天龙降价指示，邀请反腐千岁甲5号大帝列为后殿，同享香火，同时举办安坐祭典。连续6个圣杯，代表这场安坐仪式圆满完成。庙方日前受到李天龙的指示，要邀请反腐千岁甲5号大帝位列后殿，共享香火。安坐仪式由安平道坛道长王凤如来主持。为什么讲爱去建这个弘安宝座的受教？因为咱神的定位。
定位完好，在咱科展有一寡仪式，包括安路来咱的这个路乡安在咱的路中。当然啦，从这个真气来灌下，会当互咱的神坐了愈搁较在。所以伫咱安平的这个地界对这个照殿非常的注重。文殊殿伫清朝嘉庆3冬，也就是西元1798年来建立。一开始的主神是反腐千岁，后来降旨请来兵部李天龙做伙入庙供赛。从此以后，文殊殿的祭祀模式就改为反腐千岁甲李天龙相主神，这也是台湾宗教信仰内底相当罕见的。这处庙方完成了反腐千岁多年前的指示，将三尊圣尊同树后殿，共享信众香火。过去安平文殊殿的庙主是范府千岁，在日据时代过后。范府千岁跟朱府千岁，因为机身工作的关系，他需要到高雄哈马星，所以在高雄哈马星就成立了这个哈马星文龙宫。那至此呢，就是李天王为安平海头社的庙主。李府天王是在1822年过来文殊殿，那1798年是范府千岁先来，所以李天王为了尊重这个范府千岁为过去文殊殿的庙主，所以他就请范府千岁以及请这个海山馆的五福大帝一起过来后殿，共同受这个民众的香火。这次咱新的来咱指示，咱这次兵部李府天王。伊当着咱反腐千岁五湖大帝，三位神奇的金身宝枪，拢要尽在咱的后殿共同来发挥。咱古早人咧讲的一个发挥甲三个发挥一定无共款。所以这次咱的神道要来行经所以咧安排着讲咱金身宝枪请至后殿，咱这三位金尊来定位。文殊殿不仅是地方重要信仰位置之一。也是民间祈求兵役、仕途顺利的热门庙宇，因为兵部李天王就是土塔天王李靖掌管的兵部，所以真侪军警同仁拢会来这祈求拜拜，是一间非常有特色庙宇。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天气炎热，各种会当降温凉爽的商品买起拢真旺。台南大湾坝为即马开始到8月8号，伫5楼活动中心举办展售会。推出各种清凉的好物件，有凉感的服装、轻具外塔等等，全部拢有优惠。天气热甲挡袂牢，台南大湾坝特别推出凉感商品展售会，有机车族必备顺良冰科技连帽外套、冰丝凉感 T 恤、凉感 Deco、冰丝无痕 Polo 衫、内裤等等，里里外外什么拢有，请袂少消费者前弄采讲。今年夏天特别炎热，有推出这种有 QMA 认证的凉感系列的，有这种凉感的 Polo 衫，不管是上班族啦，或是休闲来穿的话，它都是针对凉感的特性，穿的话在身上也不会说有那种黏腻感，穿起来很干爽。那还有同系列的防晒凉感的外套。除了穿的，伫展售会上有寝具床单，就是要让消费者全家大小，连困的时阵嘛凉凉。我们东尼寝具针对今年夏天特别推出的凉感系列的，有凉感的保洁垫，可以省略像以前用床包直接把这个保洁垫铺在床上，感受这个冰凉系列的材质。那冬天你一样可以把它当成传统的保洁垫使用，它等于是一物二用，非常的优惠的价格，又 CP 值很高。然后也有凉感系列的床包跟枕头套。床包的话，里面是有床包跟枕头套，一样是凉感系列的，让你今年的夏天非常的舒适，要睡觉都是很舒服的一整个晚上。这次展售会嘛有配合父亲节档期，8月1日当天累计消费5000块，就送300块，搭配湾爸 App， 还有寡济优惠通好送。搁咧烦恼父亲节，唔知影要送什么礼物的人，不妨来这试看卖。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嘉宽频全国首创推出超高速25G 碰企业商用宽频服务，而且佮结名国际设备大厂 Nokia， 以及台湾网通领导品牌 D-Link 有线科技，互宽频体验大大升级，支持客户迈向超高速标榜新时代。
中嘉宽频因应数位时代，全新超高速25G POINT 宽频服务正式推出。瞄准商业应用场域，支援企业端的即时数据分析及高流量的云端连结及档案传输等应用，让企业可以享受最快速的标网宽频服务。我们是台湾第一家推出25G POINT 超高速宽频的业者。那这个服务主要是给国内企业有大频宽的需求。那我可以马上想到一个，就是譬如说现在大巨蛋办任何活动。它有很多的用户，那它需要连外把它这个转播的很多的用户可以使用，同时也可以让外面的人欣赏，那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用25G POINT 的超高速宽频的使用场域。特别是有感的是说，因为它是超高速，所以说你在在使用上面非常顺，绝对不会有 lag。那特别是台湾开始从4K 慢慢要走向8K 的时候，当消费者做8K 的这个 streaming 的时候啊，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服务呢是完全很顺畅，完全不会有卡卡的情况。中嘉宽频结盟国际设备大厂 Nokia 及台湾网通领导品牌 D-Link 友讯科技，多元化的企业服务组合，满足各客户的使用需求。我相信透过这一次呢，我们跟中嘉的合作呢，应该可以把整个台湾的宽频市场带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去。那相信这样子能够促使整个台湾这个企业呢，我们在未来这个网络上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无论在 AI 或者相关的这个使用者体验。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样子的时代来临。D-Link 也配合了这个中嘉宽频这次的一个新产品、新服务的上市。好，那我们也配套了相关高速的这个网络跟网络产品，好，加上这个网管的这个服务。来配套，对，希望给客户最好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高速网络的全新体验。我想对客户来看哈，最重要的这个是产品的这个可用性，好，稳定性哈。那第二个就是因应了这个高速的这个 G POINT 的一个服务，然后网络架构的这个可以提供高速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基础频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网络的这个安全性，好，治安的一个服务，对客户来讲现在是非常重要。近日，中嘉宽频获得全球网络测试分析机构认证为下载速度及稳定性双冠王，成为客户认证的宽频品牌。此次的最新25G POINT 超高速宽频方案，相信能为市场及客户打造最佳最快的网通体验。记者丁克宇、翁允俊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